第5年版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建議喺主低壓配電板及開關制房應用創新科技項目，旨在提升管理、操作同維修主低壓配電板及開關制房嘅電力安全。呢一度都要升級。配電房已經安裝咗門禁系統記錄同埋防止未經授權人士進入。今次係因為我同你都攞咗授權，我哋先至可以入嚟咋。師傅，點解呢度嘅配電板有啲未見過嘅氣墊嘅？問得好，因為呢度咧已經採用咗 PQEMS， 即係電力質素及能源管理系統。佢可以監察電力質素，同時睇到能源使用情況。佢哋仲喺回流排以及電纜嘅接口同埋終端安裝咗溫度感應器，可以線上實時監察配電板溫度。你試下操作。而家連開關器件本身都具備內置監察同預測性維修功能。系統所收集嘅數據咧，可以用嚟評估器件嘅當前運作能力啦，同埋剩餘使用壽命。例如溫度範圍、運作時數、開關循環次數以及斷路次數等等嘅特定條件，都可以考慮作為評估因素。不過咧，由於唔同嘅製造商嘅評估演算法各異啦，我哋喺安裝呢啲開關器件嘅時候咧，就應該考慮翻製造商嘅建議。仲有一樣，留意下呢度。咦？呢個咩嚟㗎？水浸檢測感應器。可以用嚟檢測開關制房嘅漏水情況，所收集嘅數據咧，可以用作潛在漏水嘅早期指標。水浸檢測感應器咧，可以放置喺靠近地面而且可能積水嘅地方，例如係線坑，又或者係開關制房嘅牆壁周圍。呢度仲採用咗數碼平台，可以用嚟實時監察、報告，提供可視化嘅配電板同開關制房運作狀況。提供警報通知同日誌記錄，作即時警報同歷程分析；提供數碼圖則同手冊，以作操作指引同文件記錄。佢仲可以提供區別圖則同設定，以作故障協調；甚至提供低壓配電板嘅3維模型，以作虛擬可視化同維修規劃，做到預測性維護。老豆成日提我啊，做電工除咗要累積經驗，都要識得與時並進。所以咧，我哋都要學新嘢，跟上呢個時代。師傅，我讀書唔叻，呢啲咁高科技嘅嘢，乜我真係搞得掂咩？一個成功嘅電工咧，都唔一定要大學畢業嘅，技術路線同樣可以成功，累積經驗更加可以成為電業界嘅大師傅。即係好似我老豆咁啊，佢英文字咧都唔識多隻㗎，不過咧佢又成日話，越熟手牌照越高級就越值錢。只要你做得耐，有實戰經驗，咁到時你考翻個更高級別嘅牌照，收入就自然大增啦。多謝你啊，師傅，我會繼續努力㗎。隨住電力系統日趨智能化，電力安全亦由單靠人手巡查，逐步應用更多創科項目。透過應用具備實時監測、警報通知、數碼圖則及可視化管理功能嘅創科項目，提升管理、操作同維修主低壓配電板及開關制房嘅電力安全。